張家界一直以嚟係中國重點旅遊勝地，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係張家界嘅第二個國家森林公園。30分鐘嘅天門山索道、懸崖棧道、玻璃棧道、天門洞同埋99道灣盤山公路等，我哋都會欣賞到。要做好排隊等上纜車嘅準備啊！排1個小時已經好常見，可以想象到到咗旺季嘅時候，等嘅時間會更長。乘搭纜車直達山頂係最受歡迎嘅路線，因此人多都預計到㗎喇。我哋買嘅係景點套票 A， 係一條環形路線，另外仲有2個套票路線，3條路線都唔會錯過任何景點，只係上落山嘅方式唔同。世界上10大最長嘅索道之一，全長7公里，可以將遊客從張家界市中心直接帶到1500米高嘅公園。30分鐘嘅索道旅程非常平穩，周圍都係懸崖峭壁林立，景色令人驚嘆。索道嘅最後部分非常陡峭，睇下前面就係天門洞，我哋喺落山嘅路上會近距離仔細咁睇。望下下邊99道灣盤山公路。Straight, right? That's straight. 到達山頂後，我哋會向住天門山頂西線走。西線全長1.6公里，平均海拔1400米。中線繞山全長3.7公里，我哋將會走到中線。呢條棧道沿住呢座山峰嘅邊緣修建，緊貼住垂直嘅懸崖。膽大嘅朋友可以俾5蚊人民幣行上玻璃棧道，有鞋套提供，一定要着。風景唔一定更靚，
只係帶來唔同嘅體驗。And you stand next to me. Sit, stand next. 坦路上總係熙熙攘攘，擠擁不堪。當我哋逐漸遠離起點，人群就慢慢散開咗啦。有好多好多靚嘅打卡點，好好欣賞啊！原來有唔少提供茶點同埋洗手間嘅休息區。過咗呢座跳橋，呢個休息區全天都有演出安排。嗰度就係我哋剛剛走過嘅西線懸崖棧道，好快就會轉到東線。呢度係一個俯瞰天門洞嘅好地方。我哋冇打算走完整個東線，因為我哋計劃喺黃昏前出發前往武陵源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東門附近過夜。今日好熱，就食一支風光如畫嘅棒棒冰淇淋嚟降溫啦。畢竟我哋已經行咗4個多小時。
呢座自動穿山扶梯可以帶我哋一路落到天門洞。自動扶梯高效亦都舒服，可惜冇乜景觀。喺度要揾個可以避開人群嘅打卡點真係唔容易，都盡量試下啦。請注意梯級啊！通往天堂嘅999級天梯相當斜，跌落去一啲都唔好玩。真係唔想走上走落嗎？可以選擇俾錢搭乘自動穿山扶梯，唔使諗啦。呢個廣場真係大，亦都可以完美咁睇到天門洞同天梯。都係啦，要揾避開人群嘅最佳角度並不容易。走遠啲睇下情況點先。係時候要走啦，去乘搭天門洞快線索道下山，到山門出境區。順路可以近距離觀看99度灣盤山公路。呢部分係最新擴充。如果你預訂咗天門湖仙演出，演出場地就喺下站。山門出境區有免費接駁車接送遊客返市區索道站。如果你喺張家界有空閒時間，可以去睇睇72騎樓。我哋到達當天，僅有一啲時間拍幾張相。遊覽咗天門山公園6個小時之後，我哋而家出發前往武陵源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